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今日是良辰吉日良辰，拜请四方众神，祈求五国丰收，六畜兴旺，风调雨顺，子孙代代大平安。落水客，请人客哦。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安，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呢，咱这礼拜有两件足重要大代志。第一件呢是咱万城台湾中心开幕，第二件呢是咱英国新的首相选出来啊。这可能是大家知影讲，咱这个万城中心是安怎开始的。嘿，这礼拜应该讲顶礼拜啦，顶礼拜六是咱澳洲台湾人的这个 highlight， 就是咱万城台湾会馆的开幕。嘿，家己咧讲啊，因为讲是讲，就侪人讲这是全澳洲第一个民间家己组织家己买的一个台湾会馆。嘿，所以讲这是对澳洲台湾人的一个 highlight 啊。因为其实嘛无听到讲其他像德国啊、法国迄较大的欧洲国家有咱台湾的会馆，这真正是第一个。嘿，对啊，其实咱万城台湾人协会为2015年开始的，为着要办这一档一届的这个台湾日，由这拢是志工啊出来设这个社团，后来的一直拢有大细项的活动。第一办活动的时阵其实上头壳疼就是找这个活动的场地。尤其是讲咱为着要服务乡亲服务咱万城里的里民部分的活动拢是无收钱的。咱的钱拢是找咱熟悉的生意人来赞助啦。比如讲咱会长嘛是家己做生意的，咱拢是别人是路卡嘛，伊拢是路业面去有这个赞助。路业面爱个小看路伊家己的卡嘛是有我咧用。对，伊就是家己嘛爱说落的，对啊。嘿，拢是用伊的面子出去有赞助啦。所以讲，咱会长一直讲想要有一个家己社团、家己的厝所以一直拢有咧找适合的所在安尼。伊找到今年才有找到。因为这届的会馆有足侪诶大人物出现。有咱驻英的代表处的社大赛，甲驻德国处的社大赛，你甲知影咱这是安怎甲邀请出来？其实咱堪因是敢若合作的关系，就侪人会就是讲咱堪侨委会，也是讲驻英国代表处是敢若咱是互因请的，食因头路安尼。其实咱遮里拢志工啊，志工拢是平常时拢有家己的工课。对啊。因遮个单位加就是甲阮赞助一点仔钱尔，因家己的人嘛是无够。像咱伫英国的侨委会介先为2-3当前才开始有2个人，之前拢是1个人管规个英国，所以因人嘛是真无够啊。咱即届开幕就是侨委会因鼓励咱出来办。因就会甲阮小可补助一个赞助一寡物件通食，佮送咱一盆花，拿花是真水啊！剩的就是咱家去走总安尼，所以咱是较像个合作的关系啊。对因来讲，因的工课是鼓励海外的即寡侨民去办活动，咱就是咱家己有兴趣去办活动嘛，甲因申请一寡资源安尼，因是
管咱袂着啊，嘛无需要甲阮管啊，因为阮是伫英国遮驻文的一个社团安尼。好家长嘛管咱袂着，对，较自由啊。系啊，即届真正足侪大人物是咱当地国会议员甲当地议员都有出席。嘿。其实吼，英国对移民咧办即款活动，因是真鼓励啦。你办活动，互你家己的族群吼，感觉讲你家己是有伫即个社会内底，互即个社会去接受。对英国政府来讲，是伊是等于讲伊成一件代志啊。伊家家付一寡钱，甲你赞助安尼就好啊。系啊，对因来讲，因靠隔壁法国因的风格佫无啥共款。法国是希望讲大家你来阮遮大，你就爱对咱的习惯。英国毋是，英国就是无管你爱安那就安那。所以真侪我身躯边的移民的朋友，其实对英国安尼即个风格是认同的啦。因感觉讲因伫英国就足开活的啊，比起伫其他的欧洲的国家是感觉互人接受的。不过我有看到一个足趣味的数字吼，就是因咧讲移民的第一代移民普遍拢是袂感觉家己互人歧视，甲有会当互即个社会接受的。但是到移民的第二代，就是讲咱的囝哈，伊未来啦，因迄样的就较侪人感觉家己互歧视。足趣味的呢。为什么啊？因就有一个足趣味的结论，因讲吼，有可能是吼第二代已经食着英国人的喙烂，较够爱白叫母啊。英国人真正做到爱白叫母，凊彩一个就是真正错笑即届活动吼，其实我算是真幸运，有机会去接德国的社大赛，去会馆安尼，我感觉足荣幸的，真正是做亲民的。伊讲话足趣味的呢。其实伫车顶嘛，讲足侪好笑的。伊就在 punchline 呢。系啊，毋知的人佫叫是伊是 stand up comedy。其实吼，我有甲问讲吼，因查囝甲会晓讲台语，伊就讲吼，遮较可惜，因为因某是较早人伫讲的外省人啊，因为住伫北部，就较无机会讲台语嘛。佮因为到尾伊就去外口，做外交部长还是啥物诶。然后伊讲吼，伊会接到讲这台语相关语，是因为伊进前去走选举的时阵。就爱定定讲嘛，就爱定定讲话，啊，讲久了吼，你就知影免哪去运用遮个话，所以遮个语言才袂死去安尼。我毋知影伊有选举过。伊是无选举，啊，毋过伊进前是阿炳啊，迄当阵的新闻局长嘛，可能嘛是爱走一寡场。伊是去助选，去助选迄款。就讲吼，爱定定用啊，定定用了后，拢爱想一寡有诶无诶啊。所以伊诶台语才会当呢，才好。啊，无伊进前拢无啥滴讲这好笑诶外国话即款诶。我感觉你对一个语言吼，较熟手了后，才有法度讲遮个外音笑话。系啊。除了即个社大赛以外吼，我阁有遇着足侪咱足厉害诶台湾人伫遮咧住。有一个吼，我遇着伊当搬来英国尔，伊进前有伫美国住过，伊就甲我分享伊对即个推测台湾的活动的一寡观察。伊讲顶一演的海外的台湾人，因咧做活动咧推广台湾文化的时阵，拢会较注重讲台湾足赞诶，台湾足水诶，也是啥物货？但是其实当地人无一定会关心，无一定会互哇，毋知要安怎讲，无一定会关心即件代志。因为足侪人是可能拢无出过国，所以台湾有赞还是无赞，甲面是无关系。
以欧洲来讲，可能安尼推杀方法是还有一寡国族主义的成分，所以对因来讲是较危险的概念。虽然讲这的 nationalism 嘛，也是讲民族主义对长期方殖民的国家来讲是真重要的，但是对因来讲，因无法度理解，因为因是殖民者。因可能刚刚咱学的是 China propaganda 呢。对，所以咱即下呢，台湾人会开始用一寡较以地式的方式去包装台湾，比如讲有一个查某囡仔，伊伫咧伦敦咧推销这个台湾雅典，伊就是甲当地社团合作，伊的电影就是咧讲台湾的一寡社会议题，比如讲乡民的白色恐怖，讲原住民的议题，讲同性恋的运动。嘿，这物件拢是会当伫西方的世界引起一寡共鸣，感觉着讲台湾较因是共声共声做伙拍拼的即款感觉。我是无感觉讲好也是毋好啦，就是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无共的包装的方式去做，创造对话的一个机会安尼。王来你咧，你即届参加有啥物感想？即届参加有啥物感想哦？因为进前2014年的时阵，迄当阵的太阳花运动，和咱伫欧洲遮的台湾人拢足紧张的嘛。大家拢一直伫录脸书啊。对。变做讲有理念的朋友拢会开始熟悉安尼啊。所以迄当阵开始就是熟悉足侪住伫欧洲的台湾人。因为即届的机会呢，变做是面册朋友见面大会。对。我感觉真欢喜的。还有一寡咱可能较知影、较有名的 fans page 的作者，冒出现的感觉天啊，真正是见着 idol 的感觉。因为即届的活动就有足侪物件通好食嘛。因为我是食素食啦，我想讲下晡是 BBQ， 可能就是无物件通食。分享的结束了，我可能差不多款的要来走安尼。结果竟然有素食的米线糕，我真正是对啊，伊个书记拢会推销食素食，所以伊都会准备素食的物件。我真正是食到真欢喜。但是你无唱着卡拉 OK 呢？系啊，最可惜诶，因为阮迄两只爱较早困诶啊。阮兜迄两只拢足早困啊。系啊，卡拉 OK 可能连讲有机会啊。遐即种规首厝间咧找讲往来伫倒位要找伊来唱诶，对也是啥物货？毋是要抬往来哦。往来退费啊！还有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我伫遐摆面线糕的时阵，我头前两个竟然是 Stratford 的 MP， 因个国会议员，对，因个国会议员伫遐看面线糕，我真正是，伊敢食有卖拍算那物件咧？无呢，食了了呢！真正诶哦！伊食了了，佮甲毋知算讲迄今仔日食物做好食系啊，台湾的食物真正是会当做国民外交的。算伊捌会啦。真的啊，因为英国可能无好米通好食。好啦，继续来讲一件英国人本礼拜一个 highlight， 就是首相换人做。即马是换 Liz Truss 嘛？Liz Truss。你敢知影因投票的？你敢知影因投票的票数？因投票的票数，因 Tory 是差不多17万人。差不多8成的人出来投。真济呢。真济。Liz Truss 有8万几个人投互伊 ，China Su 是6万几个。所以因呢算是足接近嘛。不过我对 Liz Truss 的印象就是因当初伫特别伫遐伫攻击China Su 嘛，就讲伊甲中国的议题啊。所以我迄当初有感觉迄个 Liz Truss 可能是一个袂歹，毋过我无做了解伊背景，伊的经过是安怎。你敢有知影伊的背景？我有小可去甲查，因为我对伊嘛无啥物印象。结果我去查一个，佮发觉伊真正是一
真正是无啥物印象的人，但我笑一下，因为原来讲了，我想想到，阮翁讲伊做是迄个 robot， 伊讲为做是 robot， 嘿嘿嘿，机械哦，对。我是问啊，我翁讲 ，What do you know about Liz Truss？ 嘿 And he say, "Oh, I can tell you about it, but it will be very short." How short？ 嘿，我有小可去较查一下啦。啊，伊本来是 Lib Dem 的，就是 Lib Dem 可算是政治的 spectrum 是伫中，就是无偏左派嘛，无偏保守党安尼。嘿，就是中立理性选民安尼。嘿，加中立啦。就甲绝对力量共款嘛。对，较左派人都会讲因是披着 Lib Dem 的皮的保守党啊。好，嘿，换一个名的保守党尔。好。伊嘛是后来转去保守党啊。较趣味的是因爸爸妈妈拢是左派的，所以因爸爸敢若有一届咧选举的时阵，因爸爸就无去甲伊站台安尼。伊有一个较互人吐槽的，较济是伊2016年的 referendum 进前，伊是留欧派的，就是要留伫澳洲去派。但是伊选这个 referendum 结束了后，伊就走去支持脱欧啊，西瓜挖大饼的对啊。嘿，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嘛有可能有别的意思，但是咱拢毋知影啥意思。伊反正伊有家己的意思就对啊。嘿，对，伊佫有较我较相关的啦，就是讲伊伫2014年的时阵，伊有一届互采访，伊就有讲伊反对太阳能，伊就讲伫这农地面顶起这个太阳能会去占着这个种菜啊，是占种食物的地。但是伊这一听就知影伊外行的啦，因为咱在开发太阳能的时阵吼，将来当开发伫咧无适合种田的地，这拢是你在申请这个 planning permission 的时阵，你就要甲伊证明，讲我这块地伊的土质袂当无适合种田安尼。所以伊迄就是假议题啦，嘿，毋捌假捌安尼啦，嘿。另外一个嘛是我较有咧插的一个议题，就是女性的权益。我昨伫咧 Twitter 面顶看到一寡网友吼，因咧庆祝讲有女性来做首相，我嘛是就想要欢喜，但是吼。Liz Truss 过去伊诶做诶代志，实在是看袂出来伊有对即个女性做出啥物对因有好处诶政策。我是安怎要讲呢？因为伊之前有做即个女性和平等大臣，就是 The Ministry of Women and Equality。所以这之前这是伊等于是伊工课内底诶代志。嘿，毋若是我尔，足侪人有出来甲伊批评讲，伊拢无做代志，等于讲是来领钱的尔，迄款感觉，嘿。这咱就要强调，就是讲，伊是女性，但是伊无一定是女性主义者。嘿，所以毋是讲伊是女性，咱女性主义的就会好，对，较进步。对。因为我迄当中有甲查，就是美国迄罗德韦案哦。是abortion， abortion 迄个法案，反正就是有记者甲问啊，结果伊就是拢无啥物反应。对，伊这嘛真受批评，因为大家拢是讲，迄个时阵出来后，真侪女性都感觉就惊吓。这个时阵你做一个女性较平等的大臣，你应该要爱出来发声，爱出来讲一寡话。但是阮人是较悲观啊，伊讲伊无讲话，应该是表示伊是支持讲爱废除 abortion，这是一件足恐怖的代志。伊佫有一个较著名的，就是伊伫2020年发表一个 anti-equality 的话。伊是 equality 的代姓，结果伊 anti-equality 哦。嘿。
就趣味的，因为伊感觉讲学校吼开伤侪时间咧讲一寡 sexism 跟 racism 的代志，等于讲甲这 race and sex 变做一个 fashionable 的事啊。就是感觉讲起来真死行尔，所以开足侪时间咧讲这物件，拢无开始教学生写字，还是算数学，互这学生较戆。但是，毋是我是伊家己立点的人就出来甲伊批评，讲这话是真无负责任，对啊，嘛真无适合的，无错。本来这话吼，放放伫政府的网站面顶，后来过一天还是2天，政府嘛甲伊摕掉啊，收下嘛，即款物件，收下嘛，因为即款物件放伫政府的迄个 website 顶管，收好笑啊吧。但是我嘛无意外啦，因为保守党本来就无咧插较弱势的人的处境，所以我是无意外啦。反正保守党就是烂紧烂啊，就等2024年才过来重新的大选啊，就看人民会醒无啊。我是感觉讲，其实行到这吼，英国嘛是大部分的时间拢是互保守党咧管嘛，所以保守党也好啊，是工党也好啊，就是派一个较有头脑的人出来处理即摆，因为即摆英国的即个 inflation 就严重的呢。系啊，我是感觉就烦恼的，因为我有去查吼，旧年top 20% household income top 20% 的家庭，因的收入是增加足济啊，是哦，嘿bottom 20% 的家庭吼。因的收入是减少的为什么安尼啊？就是 inflation 啊，可能 working hour 嘛变较少，因为基站的人可能拢是领基本的薪资 pay by hour 的人。嘿，好。但是讲 top 20%， 比如讲阮兜的2个人拢换工课啊，咱的薪水拢接近 double 啊。系啊，其实咱薪水 double 我嘛无感觉。加较快活，因为所有的钱拢 double 啊呢，即马所有的尤其是迄个收费拢 double 啊。对啊，尤其是迄个能源，毋是讲干年底有人讲3600一档啊。哈，恐怖！嘿，我之前听讲会起，就是伫食饭时阵伫听哪里讲有可能会起到6000，哈，6000一档，6000磅一档，差不多是要到20万哦，算你18万好啊。18万台票，那就是超过2个月的薪水啊呢。对，这就上重诶，超上重诶啊！这个 Liz Truss 佮讲伊起来了后要减税，一档啊收入超过5万英镑诶人，拢会当减税。无怪我看迄，就是遮英国当地人伫评论 Liz Truss， 伊讲伊就是和有钱人变较有钱啊，善食人佮较善食安尼啊。其实这毋是一个好的现象呢，我感觉对有钱人来讲嘛，毋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你甲你的税变少了后，变做政府较善食，你无法度去运用遐个钱去帮赞较基层的人，安尼就有较自私的想法，就是安尼你就有治安的问题啊，因为人走投无路就开始 criminal 就变济啊，系啊，所以遮有钱人在互扣税，等于是在付保护费啦。毋过因遮有钱人哦，不管安怎嘛伫爱，对无？因可能感觉因甲咱减税是应该的，我家己遐想啦，无代表有钱人。咱兜嘛是有人薪水超过这个数字，但是我嘛是感觉应该爱纳的税缴的啊。系啊。我是讲英国的有钱人我感觉因这应该拢是真正足有钱的人，比如讲什么住伫美菲尔遐个人吧。好啦，换只较轻松的啊。好，换只较轻松，咱来推荐互大家。阮定定去大曼城伫佚佗的所在，以后恁若有机会。拢会当来遮看卖诶。我是推荐讲，阮遮有一个所在叫做 Knoxford， 离曼城开车差不多50分钟至1点钟。我会介意这个所在是，因一个月一届，第一个礼拜日有一个叫 Maker Market 诶。嘿，
大家去说安尼嘿。你会当看到足侪好耍，伊遐嘛有乐团伫表演。我甲阮翁诶，拢会带囡仔去遐踅踅了，阮就行去一个所在叫 Tatum Park， 行路差不多5至10分钟。迄个所在是以前好野人诶庄园，所以内底拢有饲足侪鹿，囡仔拢看甲足欢喜诶。阮就是会伫遐 Maker Market 买一寡物件，摕去 Tatum Park 伫遐 picnic。我是真介意 Knoxville 的公园。嘿 Knoxville 的公园吼，可能因遐大诶人拢较有钱，所以因诶公园拢保持了就好诶。设备佫真好，佫真济。边仔佫有一个卖皮仔冰诶店，大家拢咧排队哦。好真诶，佫袂歹食，所以吼会当做一个包套行程。Selling point package tour 好啦，安尼好换我来推一个公园好啊。最近咱较接去的叫做 Central Park。嘿，遐为万城市区开过，应该差不多20分钟。伊遐嘛是有一个足大的 play park，就是互囡仔耍的。伊遐嘛会当拍球。嘿，佫有互狗仔上课的所在。真诶哦。嘿，我有看到有人咧训练狗仔。嘿，上重要的是为遐开车5分钟的所在有越南的餐厅。所以咱若是 your favorite， 咱的 package tour 嘛是吼，去遐耍耍，啊去越南的餐厅食饭，下晡才转来这个公园继续耍。啊，伊遐佫有一个免费农场哦，算农场啦，就是有牛啦，有猪啦，羊啊会当看，所以吼囡仔有我爱去迄个所在。嘿啊，做适合，若是有囡仔会当参考一下，佫毋免钱。感谢你。好，以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